乡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6日，大家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今来关心伫拄则7点35分，花莲外海有发生规模6.3的地震，有国内12个县市拢有收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那咱全台湾的震度拢是伫2级以上。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就表示，这个地震毋是4月初3花莲的第一震波。在我们在早上7点35分的时候，在花莲县花莲东部外海域，也就是他说在花莲县东南方东方大概东南方大概34.2公里的地方发生一个规模6.3的地震，然后深度很浅，只有9.7公里，然后造成那个花莲市、花莲县、宜兰啊，甚至在那个彰化那些台中这边都有最大震度达到4级，然后跟那个因为它位置相当靠近那个我们0403今年0403的那个震央余震的分布区，但是因为那个0403那个整个余震的那个能量，我们初步判断是那个释放的已经有一个阶段了那所以相对的就造成说周围的那个板块周围的那个应力也逐渐在释放，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说这个地震呢，我们暂时不把它归属为说是0403的地震，而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这样子。头拄仔听到是地震测报中心上新的说明，这2日地震是清早发生，因为伫昨昏要暗暝5点外，宜兰近海10分钟内嘛发生3架的地震，先伫暗头仔5点06分发生规模5.7的地震，地震的中心是伫宜兰的外海，深度嘛敢若只有9公里尔。暂时去陆续地震发生的时阵，是先调一个，了后开始海。19秒暗5点6分，宜兰发生规模5.7的地震，地震中心伫宜兰县府南东方的近海，地震的深度敢若9公里，是极浅层的地震。一刹那是真的突然晃了一下，吓了一跳啊！还好是我们员工都在，有扶这些东西，还好没有掉下来。大海落来哦，好。这个规模5.7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宜兰母塔甲南澳，拢达到5级。花莲、新北甲桃园震度嘛拢有4级，台北市测到3级。不过因为地形是盆地，地震坡进入盆地了后，有震动效应，下的感觉是真明显。地震测报中心讲，这个地震甲4月初3花莲的地震无关系。这个地震跟0403这个花莲地震的一个相关联，根据我们的判断，因为它已经在这个花莲0403的一个比较北边的位置，所以我们判断是一个另外一起新的地震。那地震的原因，地震测报中心讲是板块小克所致，统计地震中心20公里的范围，从1973年以来发生过14届规模5.5以上的地震。地质专家讲，当地原地就是较常发生地震的所在，即马发生5.7的地震，并不是真罕见。它的频率大概全台湾地震频率最高的区域，大概就在这一块，就是刚好是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的碰撞，或是隐没的时候的交界处。较在这届地震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地震发生了后，伫苏花公路南澳到东澳这段有石头落落来情形。公路局已经启动巡查，也若台铁公司东部干线的列车，第一时间是放慢来驶，嘛照标准流程做路线的巡查。暗时经过宜兰火车头的列车，大部分拢有慢分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拢有地震，加上咱即马伫低压带。雨水嘛有较高，所以嘛要提醒乡亲，这几日要挖进山区就要细致。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先来看今年第7号的风台安比，即马已经增强做中度的风台，要挖进日本的关东。对咱台湾是无啥影响，也毋过若是有准备要去日本的乡亲，就要细致。咱来看分图。咱今仔日是透西南风，伫中南部还有外岛不时拢有低渐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伫南部雨会落较明显，有可能有局部大雨。若北部过昼了后，各地头嘛有局部低渐雷阵雨。中部以北其他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也是大水雨。有的所在雨会可能落到暗时。今仔日的温度伫各地高温大约是29度至33度。也毋过，若是无落雨的时，同款的感觉较热、较热。也若伫中南部，因为落雨的时间会较长，所以中南部的高温会阁小可较降一寡。
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同款是真无稳定，气象署是表示，因为咱台湾即马受低压带影响，雨拍算会落到后礼拜2才较歇。啊，若伫中南部雨会落较粗，加上最近佫拄着大涝，所以伫地势较低一寡所在乡亲就爱洗钱。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拢真无稳定。下晡开始，各地拢有机会落大雨，而且落雨的时间拢真长。气象署提醒民众，可能会落到暗时。今天到周六这段期间呢，其实刚刚提到午后雷阵雨，主要是中部以北各地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但是南台湾这边呢，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呢，因为是整个西南风带进来，它可能是一整天断断续续的，就会有些阵雨跟雷雨的现象，特别是在南台湾哦，可以看到比较偏台南以南这个地方，那下雨的局部大雨的情形也是有可能累积出来的。气象署表示，礼拜甲后礼拜2，中南部地区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雨势会比北部较大，嘛会有闪大雨的状况发生。大雨拄着年度大涝，气象署提醒南部地区的民众爱注意饮水、积水的状况发生。19号开始到22号、23号左右，适逢年度大潮。那年度大潮这段期间呢，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这种持续不断的降雨，一波一波的进来的情况呢，可能要留意一下一些排水的情形，可能会有些积淹水的状况。也来风台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受到高温、水汽济影响，目前低压系统一直咧增强。气象署表示，伫日本东南海面上的安比风台，伫拜四早起8点一定转做中度风台，提醒要去日本佚佗的民众爱特别注意风台的资讯。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干，即马是互指控，伊在做台南市政府做新闻处长、民政局长的时，涉嫌接受酒店业者的性招待，佮有共收乌西钱。专案呢，这个案伫9年前，其实台南地检署已经签结啦，也毋过旧年的时，检方佮重新启动调查，昨昏是依照贪污罪甲陈宗干起诉。陈宗干有回应讲，专案也无新的事实，嘛无新的证据，伊讲伊会去法院证明家己的清白。从我担任这个市议员到市政府的服务。从未被这个检调约谈侦办调查。互人控告接受性招待，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干去年亲像火线了清洗，专案本来应该查无不法事情签结，去年南检重新侦查，发现得到法院允准，对陈宗干的手机通讯监测过程，有部分页文迄个时阵认定甲侦查重点无关系，无犯罪页文。重新侦查了后，分析所有甲陈宗干有关的监测页文，个比对得到资料并询问相关的人员了后。检方认定陈宗干接受性招待，各方前犯刑，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改起诉，建请法院判当刑。陈姓被告于担任台南市政府新闻处长及民政局长期间，未能与酒店业者保持距离，贪图性招待而收受不正利益，有害公务员廉洁自持之要求。检方查出陈宗干伫民国101年、102年，伫台南市政府期间涉嫌接受酒店业者2届性招待，佮介入经济人员并调案，是听歌手场所变更使用公厅案，嘛长期委托酒店业者安排性服务。陈宗干讲，共一个事件无新事情、新证据，台南地检署无顾签结的认定改起诉，今日当去法院拍拼证明家己的清白。地检署调查尚未发现涉及刑事不法。为本局将深入调查，若发现有其他违失情事，将从严就办。监察院嘛捌提案单日陈宗干说，因为审查会投票表决，敢若2票成立，到尾失败，互外界质疑办哪无办得。不过，公布这件代志的前立委认为，起诉是得显监察院甲高检署的嘴皮。只不过高检署是讲，这个案是地检署依照指示分案查明，无限嘴皮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检方侦办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政治献金案，尾也是甲会计师端木正、木科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官拢交保。立营即摆就质疑讲，郭文哲在选总统的期间，伊伫台南办一场造势活动，就开475万，开钱开遮凶，真无合理。伊嘛质疑讲，竞选办公室内底报的餐费是开到96万，嘛质疑讲是食啥爱遮贵。民众党是澄清讲，餐费这一条是小目写唔对。这是会计师的合理条件吗？
全程无讲话，检方10时暗时以被告身份约谈会计师段木正、木科公司负责人李文官，清早律令段木正200万交保，李文官15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出海，并且挂电子监控设备。不过段木正密报无着，无在调交保，改100万交保。另外，检调约谈段木正助理陈维选、木科公司贵价何爱定了后，认为涉当嫌已经对证人转做被告。其中陈维选信后无报请回，何爱定50万交保。郭文德表示，若准予约谈，安尼真正常，真欢喜政府的效率较好。主席会不会担心被约谈？约谈也很正常，也没有什么。如果中华民国政府效率都这么高，我们是很乐见，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边这样，每一笔支出都有凭证嘛。也若指出证据毋拿一层，另外这期郭文德选总统期间，伫台南一场造势活动，就要475万，并无合理。对此，实录甲年澳公司的负责人戴丽玲上广播节目的时，解说讲475万是规场活动的活动执行费，选举期间办什么活动拢贵。也表示争议事件爆发了后，郭文德捌敲电话了解过程，并且回实的，也承诺过会全面清查。也表示，若准民众党内底有任何斗争，请莫牵连到外部的人。916为什么灌给我？我也很想问啊，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因为现在说是端木正，我都不知道是谁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昨天有跟检调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查清，然后告诉我们是谁。另外，还有一条96万珍贵的餐费也互人压空。民众党强调讲，是无设计甲110块、甲960块两条钱，中间唔对变做一条。政治现金的争议也探索出政治责任。迄阵做郭文德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已经请示民众党中央委员，不过党内也有声音爱医师不分区的立委。郭文德表示，混乱时莫阁添乱，爱先徛好在解决代志，处分的代志后壁再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公布112年度政党的政治现金报告书，国民党的收入有1亿半。毋过民进党是1亿1500万左右，毋过民进党是开超过1亿4000万，所以有倒塌。民众党去年收入是8400多万，毋过尾仔钱开无了，所以有中1300多万。民众党的宣布支出，也阁有互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内底拢写0。民众党是解说讲，因有协助候选人辅选，毋过因无编预算。总统大选期间，拿入被三党挖靠政治现金拍选战。监察院15公布112年度政党政治现金的会计报告书。目前因为政党政治假造丰沛，民众党根据监察院公布，去年收入8427万元，支出7103万元，出来钱是三党上济，还有1356万5767块。按过民众党的选务费用支出，也甲互候选人的竞选费用拢是0，引起关心。比如说我在选台北市，那当然就是地方党部那边配合我们这样子。那比如说包括有一些什么像文宣啊，或者他们办活动，我们就顺道，就是这样子。但就是中央党部就是并没有就是拨一笔经费给你们特别的，没有。民众党是回应，党部有提过提名候选人辅选，按国无偏的预算，这个项目唔再是0。但是民进党政治现金的收入有1.15亿，排名第2。虽然总统选赢却是三党内底唯一负担，还阁无到2587万。国民党收入超过民进党，且当时竞选前阶段是对抗蓝白合，选情较焦灼紧绷。不过民进党还是尽全力投入选举，瓦解他们的政治分赃。监察院资料显示，民进党去年收入1亿1596万元，支出达到1亿4184万元，上侪是选务费用6343万元，各加其他支出，所以计算了后是负2587万5753块。国民党的政治现金收入上济，拢总有1亿5256万元。集中伫个人捐赠有1亿120万元，营利事业的捐赠收入原来有4995万，扣掉支出计算还有586万5896块。国民党面对政治现金，一直以来都是秉持着一贯的原则，就是依法办理，据实以报。而面对每一笔来自人民的支持，我们也都是用最慎重的态度来去使用所有的政治现金。政治现金计算有影，国民党回应，敢若一个原则，都是依法办理，照实申报。部分有出来嘛是全党共同体谅困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电敢有够？这个问题唔那表示真挂虑，企业要投资进前，嘛拢先斟酌想一下。行政院伫昨昏就承认讲，北部咱的电力确实是无够的，规个北部、湘北、基隆也有桃园电力要开发较困难。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即前讲，桃园以北地区目前未过核准供电户5兆瓦以上的资料中心，呼吁高科技产业到支持电源开发的管区发展。引发桃园市长张善就批评讲，台电讲法甲政府长期讲的无欠地是天差地。北部确实是它整个用电量远超过供电量，我们很希望县市政府经济都能够发展，但是不能你只要经济发展，但是电力建设你都不要啊。台电表示，设定5兆瓦做乐观标准，会当避免影响民生用电，也确保 AI 产业顺利发展。参像新加坡、韩国、欧盟也拢采取类似的措施，不是因为欠电，是为着有效管理高耗能产业对电网的影响。行政院19号说明讲，以全国的角度来看，供电是够的，不过也坦白讲，北部的电力确实无够。因为湘北、基隆、桃园规个北部的电力开发较困难，以2023年做例，北部供电甲需求相差大约200亿度。没有错，北部确实现在的电力是不足。2023年北部的用电量是930亿度，好，那发电量只有750亿度，供需之间的差距差不多有200亿度这么多哈。那同一年呢，我们要透过南电北送，或者是中电北送。但是凯指出，以区域的角度来看，确实爱更加积极开发北部的电源，若无用电会长期无够。即马是采取南电北送、中电北送来应对，并且加强协和电厂转型等计划，也好由地方配合中央电力开发。记者综合报道。也那行政院伫昨昏嘛通过新的1期4年国家发展的计划，除了有设定经济成长率的目标，未来按算要达到平均3.6%。另外，每一个人平均 GDP 嘛要超过美金4万块，要赢过日本和南韩。也那经济这部分要发展5大产业，包括半导体、新增加产值2.6兆 ，AI 产值伫民国115年嘛希望会当达到超过1兆以上。为着要达成这个目标，国发会表示会下部会去合作。针对未来4年国家发展的目标，行政院会通过透过希望家庭8大施政的重点，将台湾打造成创新驱动的国家，和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果实。国发会主委刘建清表示，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是3.9%，创下最近10年来的新高。进口跟出口之间的差异，包括我们在民间的投资跟政府的投资跟民间消费。我们今年的民间投资应该是会超过5兆，这是史上第2次超过5兆。往后去看几个重大的投资，到明年还是一个很健康的数字。详细看，今年经济成长率除了定伫上悬3.91%，为明年开始到117年，嘛要锁定伫3.6%。若是人均 GDP 今年预测伫33610块美金，116年可望突破4万美金，一定会当超过日本甲韩国，刷来要阁超过以色列。只是台湾一向以出口为主，咱国家的总体经济敢有法度达标？学者因是安尼看。如果我们设定一些我们可以掌控的目标，能达成当然是最好。但是你设的目标，这里面有太多变数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个你没有办法达标，当然就可以推给全球经济不好。但是伫经济发展的部分，要发展5大新的产业，包含半导体新增加产值2.6兆 ，AI 产值要伫115年突破1兆。为了避免产业发展无平均，国发会提出改方。扩大社会投资是放在第1项，然后创新经济才是放在第2项。如果我要做创新经济，我可能均衡要先顾及。未来在产业聚落当中，除了半导体之外呢，我觉得在 AI 的相关的产业链，台湾能不能有更大的突破的空间？专家认为，这届国家发展计划要谨慎甲国际政经局势的变化纳入袂使控制的变数，同时拟定实施计划，才有法度提升达标率。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行政院伫昨昏承认800基头开发电力相对较困难，发电量少，啊毋过用电量悬。北部的电力确实是无够用，去年北部用电量是930亿度，发电量干那750亿度，相差要差200亿度。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伫6月份的时有预告要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要新增加违规严重者，甲
敢若会当摕第一期的驾照，而且有6年的观察期。即马2个月有个期结束啊，交通部第3方宣布讲，新的制度拍算10月31日开始实施，影响大约7万多人。来看《中国时报》，新竹县某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即马互家长指控讲，这中心会凌迟幼囡仔。业者嘛坦白讲，内部管理真正出问题。另外，伫台北之前嘛传出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老师涉嫌对囡仔性侵害，为着要防止这款代志一再发生，台北市幼稚园无适任人员的公告专区，昨昏已经正式启用。专区内底会公布行为人的全名，也有伊部分的身份证的字号，要互无适任做教保人员、老师也是幼稚园托婴中心负责人的人拢看现。新竹某一间私立的顾婴仔中心，即马是有家长指控讲，老师会甲囡仔绑伫椅仔顶2点钟，甚至佫甲囡仔骂甲真歹听。囡仔转去了后，拢发现讲身躯常常有乌青，业者有承认过失。8个月幼囡仔无细记跋倒，听甲妈妈吼，毋过边仔的托育人员拢用目睭看尔，这几天拢互监视器翕落来。新竹县竹北市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互家长指控讲不当对待幼囡仔，包含甲囡仔绑伫竹下的囡仔医疗顶面，一天至少2点钟，甲尿珠啊平伫囡仔的头壳顶，佮用言语来侮辱囡仔身躯顶也常有乌青。我的小孩就一直在地板上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哭到他自己睡着了。如果今天我的小孩倒在地上是因为有其他的状况，那会有人发现吗？控诉的家长10日发现个案了后报警，新竹县府派员到托婴中心稽查，并且调30工内的监视器画面，业者否认乌青是托育人员造成，不过坦白讲照顾幼囡仔甲内部管理有出问题，涉案的2名托育人员已经随停职改聘，并且向社会处申请无限期的停业。我们的保育人员这个让孩子坐在帮宝椅上的时间过长而且没有有效的去照顾他，我们的管理上也没有如实的去把这个稽查的品质做好。那也确定就是有违反儿少权法的相关规定，记出重罚。那这个裁罚的部分最高是到60万元。这间托婴中心去年度评鉴，佮互社会处列做优等。县府即马确定业者违反《儿少权法》第49条，会对托婴中心甲托育人员分别罚6万到60万的罚金，并且公布托育人员的名姓，也袂当佮做共职业，也降定做处罚。后续下半点，佮有名记的托婴中心协助幼囡仔专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台北的屏东是有一间讲会当看到海的民宿。即马警方发现，讲业者甲转做私人的招待所，佮用内底3温暖的设备咧烘大麻。业者徛家嘛，互警方抄到超过200包的毒咖啡包。警方接到线报，垦丁这间自称有无敌海景的民宿，有可能挂羊头的狗肉，转做私人招待所了后，毋也接受民众预定来住，嘛涉嫌东部甲民宿当作是烘大麻的犯罪场所。来，这上来看者，你无问的，我毋是恁的哦。警方伫民宿房间发现一间改造厝前，还有真侪证据。三温暖设备区即是发现烘路当咧打扫烘制二级毒品大麻叶。小啦对，有啦民宿业者背回所有指控，不过员工是承认。改造手枪1把，改造冲锋枪1把及子弹50颗等证物，且在民宿3温暖通炉上查获正在干燥的第2级毒品大麻。警方人员嘛，伫咧民宿业者的徛家查到真侪包的毒品、咖啡包等等的混合毒品。根据了解，民宿伫2022年了后，就无搁再对外来卖房间，是转做私人招待所，嘛无营业的执照。涉案人员嘛，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王刘婷、陈hen坤强报道。毒品的问题真严重，全世界拢同款。厄瓜多就传出乌多利用公务消防车咧送毒品，包括涉案的警察在内，已经掠到23个人。另外，伫纽西兰是有一间慈善机构，因本互大家食的旺来糖仔，这糖仔嘛是毒品，上无有400个人收到啊，而且有3个人食煞了后送病院。画面内底这包装黄色的糖仔看落是真好食，不过伫纽西兰有一个囡仔甲一个青少年食落水喷出来，另外一个大人食落感觉身体无爽快，这3个人拢去用送病院。相关单位测试了后，发现这个糖仔竟然内底有毒品。
Forensic test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one of the lollies, and you heard earlier today that some other testing by other agencies has been carried out also or already, with the confirmation that it is methamphetamine. 化验的单位表示，这有问题的糖仔，一粒内底都有3公克人工冰毒的毒品，也就是甲基安非他命，是一般食毒的人使用剂量的300倍。这种毒品若是食了过多，会致使胸坎痛、心肝头皮泡彩、痒痫发作。 精神错乱或者是唔知人，3公克的量食到到底是会无命，而且互人更较惊吓的是，这款往来口味的糖仔，竟然是纽西兰一间主权机构透过食物银行发予民众的食品。 It was a highly appropriate thing for our staff to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safe lolly because it was in a sealed, contained package and that the lollies were then individually wrapped and it was branded by a relatively well-known brand and producer of lollies in our country. 主权机构对这个死角贼的疏失是感觉真失礼，而且嘛讲，这个糖仔是一个无欠命的人事管的，差不多有400个人收到这款的糖仔，目前已经知影有8个家庭受害，警方嘛当积极想要把这批有毒品的糖仔捉回来。因为伫南美毒品问题真严重的厄瓜多，警方伫西南海岸的杜兰市发现黑社会竟然利用公布的消防车来载毒品，包括消防甲交通部门拢有涉及官商勾结。目前已经有23个嫌犯被抓起来。Es que durante la investigación se pudo determinar que varios miembros funcionarios del Cuerpo de Bomberos de Durán serían parte de esta organización criminal quienes eran los encargados de trasladar armas de fuego, sustancias catalogadas a fiscalización en vehículos institucionales. Estamos hablando de camionetas, tanqueros y ambulancias. 警方表示，杜兰因为离厄瓜多主要的港口城市瓜亚基尔真近，已经变作是毒品运送甲转手的据点。毒品帮派渗透入去消防单位，两个月有2个消防员去互杀害，也个发生有2个消防人员攻击警察去互抓起来。目前检警当全力咧加强当地扫毒的行动。 公司新闻，张慧敏朋友。来关心俄乌战争，乌克兰最近是攻入去洛西亚的领土，伫库斯克，即马乌克兰已经有建立司令部，而且嘛占领82个所在。洛西亚是表示，伊会赶紧制定措施来保护当地人和当地的基础设施。 乌克兰发动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对俄罗斯上大规模的跨境反攻已经第2礼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9表示，已经完全掌控库斯克州西南部的城镇苏贾。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讲，已经在当地建立军事司令部。 Окремо головком доповів, що до операції в Кур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є нове просування, є нове поповнення нашого обмінного фонду. Також генерал Сирський доповів про завершення звільнення міста Суджі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І там зараз створюється українська військова комендатура. 瑟尔斯基也讲，俄军已经进入库斯克地区35公里，控制1150平方公里的领土，占领82个支路。也那俄罗斯方面是讲，已经制定野外措施，保护边境地区的人口加基础设施，宣布比尔哥罗德地区进入联邦紧急状态，疏散11000人。 Речь иде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 повышени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ойсками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другими силовыми ведомствами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ей Бел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б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 о выделени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направлены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основных задач. 不过，伫俄军愈侵入敌境，也开始遇到弹药补给的困难。有部队讲，领到的弹药比以前较少，因为这边行动保密性正悬。美国、英国加德国事先拢无啥知影。不过，英国首先证实，因援助的战车有用伫咧这边的攻击，也讲因的政策无改变。美国加德国提供的装备也有派上战场。不过，远程飞弹依然不准用来攻击俄国境内目标。 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译。继续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伫11月7号要登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伊是8月7时才参选。不过，即马有上新的民调是显示讲，贺锦丽伫7个摇摆州，伊的支持度和川普是无分关系，甚至整体看起来阁有赢的趋势。
青纳西西米罗吉昂县的个代，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是出席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集会，原本要公布经济政策，煞伫讲到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时阵，佫一摆批评民主党换人参选，佫攻击贺锦丽的笑声请下话。No, her laugh is career threatening. They said don't laugh. She hasn't laughed. She doesn't laugh anymore. It's smart, but someday it's going to come out. That's a laugh of a person with some big problems. 川普过去2礼拜一直对贺锦丽做人身攻击，互党内盟友、关键支持者甲顾问建议川普转去关心贺锦丽任期的失败政策。川普则是批评贺锦丽放任通膨恶化，佮互真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伊嘛承诺伫伊上任的一半当内，美国的能源佮电力成本会当减一半，互美国的民众佮一摆负担会起。伊嘛强调，伫政治执政的时阵，受到各国领袖尊重，暂时煞非常接近第3届世界大战。We were respected before Putin respected us. President Xi of China respected us. Kim Jong-un of North Korea respected us. We were respected by everybody in the world. Today we're being laughed at. 讲一讲，川普的副手范斯伫密西根州的集会是质疑贺锦丽甲各国领导人交流的能力。贺锦丽8月7直接替无要连任的拜登参选，原本甲川普伫7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互相有领先。也毋过无党派网站库克政治报告的上新民调显示，贺锦丽伫7个摇摆州的支持率，除了内华达州已经伫6州摕到淡薄仔领先。民主党人士指出，若是川普最后败选，有可能会甲顶一届大选同款，无形成选举结果，卖质疑贺锦丽加做民主党候选人的合法性。因为川普一直主张甲副总统变做总统候选人是违反宪法，会进行法律诉讼。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也对2020年顶半年开始，因为新冠疫情就封锁边境的北韩，即马让4年外了后，打算伫今年底要重新开放，予外国观光客去观光。伫北京的高丽旅行社，甲伫沈阳的 KTG 旅行社，拢伫社群网站顶悬公布，北韩当局就要开放外国人去当地旅游。头一个开放的重点，并毋是印尼真受欢迎的景点金刚山，或者是首都平壤。是伫靠近中国边界、属于两江道的3D 园区，当地为2017年开始，就封列做是全面改建的重点。伫疫情的期间，2021年完工，而且3D 园区嘛伫2019年升级加做3D 园区。根据平壤当局官方的讲法，3D 园区内除了有朝鲜半岛上高峰白头山，嘛有号做是白头山密营的所在。除了是已经过往的领导人金日成。领导对抗日本游击队的司令部，嘛方宣传做金正日出席的所在。承办北韩旅游超过30年的北京高丽旅行社指出，新冠疫情造成北韩对外观光旅游冻点超过4年的时间，这是前到大拢毋捌发生过的情形。也拿年底开放进前，目前敢若有罗西亚甲中港澳少数的旅客以专案的方式入境。旅行业者表示，伫北韩官方准备开放的时阵，伊嘛当咧联络北韩当局指接的单位。包括合作的旅行社等等，为重新开放量早做准备。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法新社是报讲，秘鲁的总统表示，中国讲秘鲁和台湾的关系是非法的。中国最近就伫新闻当中讲秘鲁是无安全的所在，叫大家唔好去。秘鲁是批评讲中国用这款甲旅游业变做是武器，想要来影响秘鲁的经济。因为伫秘鲁因的 GDP 有一半以上拢是靠观光咧赚钱。另外，中国即马嘛主动秘鲁去澳门参加亚太旅行协会的会议。来看加沙走廊，卫生部对外表示，以哈战争死亡人数即马已经超过4万人。也拿停火谈判，今仔日会伫卡达重新举办。以色列、也个美国、埃及拢会派代表去参加，希望会当量早达成停火协议，结束这场战争。来看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外宣布，非洲 M 株的疫情即马正在炭烧，已经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上界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因的卫生部长表示讲，目前因国内已经有548人死亡。因若瑞典嘛表示，瑞典出现头一个危险的病例，而且是非洲以外的危险的头一个。
来关心芭蕾奥运木姓具金牌林旭廷甲7个选手，昨昏是参加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感恩大会，而且阁有参加签名会，写济支持者去现场排队等要签名。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嘛接见奥运的选手，而且嘛会举办英雄 party， 也阁有大游行。我们自己家乡的这个家长哦，这芭蕾奥运木姓具金牌女将林旭廷伫白写字典馆签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变做卖将，爱教练詹志强嘛做伙签。侯友宜阁赠送特制的加油巾仔，感谢选手的付出。在这趟旅程遇上更好的自己。包括林旭廷等7个国手15参加新北市政府举办的感恩大会，因为国际奥会甲国际军总感情拍歹，各界伫关心林旭廷未来是毋是还会当参加后一届奥运。旭廷是讲台湾已经加入新的国际组织世界拳击协会，会持续争取比赛积分。未来也会有更积极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些赛事。那希望说，当然就是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样。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日本跟台湾的桥梁，向强国日本吸收到更好的资讯。选手阁参加签名会，去引真侪迷将到场排队签名。住伫家人女性民众8点就来排啊，伊排第1个，阁特别准备手指，互林旭廷甲挂起。东西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一个戒指，谢谢我们一个戒指。你请谁帮你戴戒指？谢谢李玉婷。台湾土地银行同时间是表扬完成奥运男双金牌2连霸的羽球国手王泽林，颁发100万的奖金。泽林嘛，趁机回替队友，争取更好的训练条件。希望说有一个新的场馆、新的宿舍，甚至人员的扩编，让我们的选手能更安心、更安稳，接受更好的训练，然后培养更多的世界冠军、奥运金牌。因为利用要退役，王泽林要甲少年选手曲尚杰做新组合，希望未来合作争取好成绩。总统赖清德16要接见奥运英雄，举行英雄 party， 再搁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台北市政府嘛率来举办流行 party， 为英雄来赞声。记者综合报道。这是今日芭蕾奥运咱台湾提中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行政院伫昨昏嘛公布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计划的执行成果，统计到今已经补助50万户，嘛宣布本地是要补助4年的这个专案，即嘛要延长到2026年。啊，那明年开始，打算要扩大补助到75万户，而且申请会愈来愈利便、愈来愈简单。只是讲看有食无这问题是民间团体上界烦恼的，伊嘛好有政府爱有配套措施。伫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袂少厝买袂起的学生囡仔，也是上班族，拢会伫外口睡厝，按过真贵的租金，互人强要挡袂牢。为了减轻全台湾睡厝的人的负担，行政议会15定案通过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计划。在这个户数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建议再扩大到75万户，这样透过这个年龄的一个下修，还有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个民众呢随到随办，都让民众觉得非常的方便，就不用有太多的负担。就关于租房子的话，会申请啊，可是需要花时间而已。会有新办的专案补贴的计划，是因为申请的件数超过81万户，核定件数超过52万户，达成50万户的目标。未来会扩大到75万户，其中6都申请的状况占全国的8成，台中市申请占2成。排全台湾的冠军，申请的年纪是18至39岁，超过6成。若是已经成年的中华民国国民，有伫台湾设籍，厝内成员无自用自提，以及符合当地最低生活费的3倍。准讲 A 民众住伫台北市，嘛无其他的家庭成员，年所得是55万，家庭成员平均每人每个月的所得换算落来都是45833块，台北市最低生活费的3倍，安尼都是57039块，这个民众就当申请租金补贴。房客也都知道，如果你没事前跟房东沟通，而贸然去申请的话，明年5月房东收到税单的时候，恐怕就会秋后算账，大概就会被房东加租或者是赶出去。民间团体认为，政府的租金补贴政策可望减轻租厝的人经济压力。虽然厝卡申请无需要经过厝主的许可，不过要安怎避免政策看会到却申请袂到，恐惊也需要其他的配套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因学生囡仔开学爱睡厝，内政部昨昏就
公布头一届公布大学校区附近税厝租金的统计，希望会当互这学校附近的租金会当透明化。以咱全台湾86个主要的大专校院行政区做单位提供租金的统计数字，其中伫台北的内湖租金爱22000，是全台湾上贵的。严格即马学生囡仔是认为讲，学校附近的厝真正是真歹税厝，真恶找，希望政府爱改善市场，安尼租金才有法度降低。9月份，国境大学小连续开学。未少学生有税厝的需求，不过学区内底税厝是真抢市，一般租金是无俗。以台北市文化大学做例，学校会协助学生确认税厝的环境，嘛有热心的学生会伫网络顶分享伊拄到的情形，提醒大家都要注意，避免去踏到税厝的陷阱。有人专门去整理出来，这附近这一区好像还有整理到山下有哪些地方可能会有二房东，教官也会特别去巡查，就是是否配备完全，像是一些安全措施跟逃生路线，以及合约的方面。毋但学生自救，内政部15嘛头一届公布大学学区租金的统计，以全台湾86个主要有大专院校的行政区为单位，提供租金4分位数统计数据。其中台北内湖有空灵大学、德明科大、甲国立台湾戏剧学院，租金75分位数都有到22000，是全台湾上贵的。区间的方式也是希望说，让大家知道说，在这个区块里面，好，这个地区的最低的行情可能是这样，最高的行情或许是这样子，不会说啊这个人家随便任人宰杀啦。相关的资讯公布伫内政部地政司网站租赁条例专区，希望会当协助学生甲家长伫校外税厝的时阵选择合理计价的参考。会参考，但是会不会实际去依这个当依据是？没有很确定，这样觉得是环境跟价格一起考虑，可能会在山下找租房子还是什么的啊？因为毕竟学生肯定会去偏向于便宜那一方面。官方公布这个资讯，学生是真认同，会当互租金豆透明化，伫税厝进前嘛当有一个参考。不过实际上伫学区税厝，现在拄到需求侪过供应的情形，就算是较贵或者是条件较歹嘛，就爱租。希望政府会当继续来改善税厝的市场，互税厝的租金有机会佫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即马是旧历的7月，今年是已经办到第770年家人的中元节。昨昏伫家人中正公园主普坛举办点灯的仪式，啊那刷来当头戏是7月半夜普渡，也佮会顶的游行。2、1，开灯！家人中元节重要仪式开灯放彩15进行，伫中正公园的主普坛点灯万灯，也佮放烟火，互家人市暗暝的天顶光闪闪。家人中元节已经第170天，当当年泉州甲漳州的民众互斗，先民以和平化解纷争，并且行开灯放彩仪式，向这段历史致敬，祈求亡灵安息，社会和谐。祈求众神来赐福基隆市的市民，还有以那个慈悲，还有慈悲心，那个悲天悯人的心境，来施舍让我们本境界内的这个水路的孤魂野鬼。每年旧历7月伫老大公庙开看门，贵人市就一系列的中元节活动。贵人中元节开灯放彩仪式，更加是传统习俗。大家共同都到基隆来，可以在这个中元季的前后看看逛逛走走，那当作来基隆观光，当作是一个中元季在全台湾必做的一个活动。这场光雅的盛大典礼，互贵人暗暝的天顶璀璨亮丽，也展现有170年历史民俗祭仪的人文气息。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有一个日本的建筑师有出版一本《中华1906》的册，是咧讲彰化市区都市的变化。去年彰化有一间老牌的独立册店，主动甲出版社直接互这本册再版。也若即马册店也邀请作者来彰化办工作。
1763年起造的固定古迹中华元清观，路边的壁面会当看到写条的牛，这是日本统治时期这片市区改建，为着拓宽车路，甲部分的庙拆掉的结果。有一位日本建筑师奥伊阿基希多，2013年出版一本《中华1906》，咧讲市区改建对中华市的影響。日本が植民地として統治していた時の台湾の時代にですね、商家という都市がもともとあった都市の形が植民地の市区改正の計画によって、切り開かれて、それに対して反応して生き続けるという。后羿先生的研究是为清朝、日本时代一直到现代记录3个阶段中华市街区的变化。过去这本册已经绝版，中华都有留2号的独立册店，主动甲出版社直接再版。差不多16年、17年迄个时阵就绝版，足侪迄文史工作者因就互相借册借来借去，嘛有人会来问讲啊，恁有这本册无？所以讲无阮来看有法度安尼。招一寡人安尼，做伙来再办。较早诶人咧行诶旧路，也是较早诶旧街啊，伫慢日本时代诶改变，佮国民政府诶改变。其实这本奥义先生诶册内底都有做完整诶小解安尼。过去咱真惯是咧行的路，经过所在，除了有经过市区改建，嘛有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后羿先生嘛有研究旧落水溪附近的砖头，即阵透过讲座，甲民众分享东乐街、宝斗街、田中街是安怎因为自然灾害、工程政策出现变化，嘛会当看出人类顺应环境改变、润命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保存阿里山的历史和文化，有文书工作者收集咱台湾对二战甲打80年来的航照图，用3年的时间完成复原阿里山这本册。因若伫调查过程中，佫发现消失真久阿里山铁路的林内线。对天顶翕落来的相片，这是1943年太平洋战争的时留落来的阿里山航照图。为着要研究阿里山林业铁路100年的历史变化，文史工作者吴东宏先生利用台湾对二战时期到达80档的历史航照图，完成复返阿里山这本册。内面除了阿里山铁路、山林、溪流的变化，佮有汉人遭作伫战后迁徙的过程。阿里山林体文资处表示，这本册记录真济无虾米人知影的代志。一个跨80年的俯视的视角，历史航照就是一个视觉的艺术，所以它等于把阿里山文化从生态、林业、铁道，还有聚落人文跟艺术文化全部诠释的淋漓尽致。作者吴东宏讲，这摆的调查当中，伊上大的收成是伊甲鹿窟山考古调查队经过4届的调查，发现到日本时代汉人刺绣的记点甲古迹，嘛，互因找到消失真久的铁路林内线。过去阿里山开发森林的时阵，有真侪条的林内线，这寡林内线伊。查错了后，伊的铁轨，甲伊的工作小屋拢会刷去别位。阮利用航空林业的关系，1950年代的相片，伊会使记录到讲过去30年代一切的纹理。阿里山林体文资处表示，复返阿里山这本册是一本较复杂、嘛较有深度的册，彰显阿里山铁路的变化，嘛是一本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航空影像专门的册。有二战的时美军航照图，佮有战后咱空军甲林务局的航空摄影档案等等，会当完成是真无简单，嘛是靠济单位的斗相共。记者陈阿选、庄俊佑台北报道。香港伫2019年反送中运动了后，有真侪香港人拢离开香港，因若搬去英国住的有要活20万人，即马因甲香港的美食和文化拢炸去英国。东伦敦的红砖巷早期是孟加拉移民集中区，即嘛是市行个古典的多元文化区，世界当看到表现家己个性的图甲商店，这嘛是亚洲文化饮食的新据点。其中嘛包括复制地餐厅文化的香港主题餐厅。在伦敦，就算在 Chinatown 也没有，就是很 specific Hong Kong restaurant， 很多餐厅也是很大的餐牌里面有香港的某些 item， 但是没有一个就是很正，只有卖香港 theme 的餐厅。
尼可本来是花艺师，2年前看到香港人真侪移民来，想要帮助香港人伫遮好徛起，所以开始成立社交平台，提供香港人有路用的生活资讯。嘛，阁想到甲英国社会对话重要性，决定开店，卖会当讲香港故事的食物。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觉得在我们生活的伦敦，也是可以建立一点点的香港的footprint 这样子。就想要告诉别人香港是什么啊？甲较早英国广东菜餐厅专门卖烘鸭甲烧麦无共，这间店的食物有东西方烧夹的元素，为香港式的年茶、瑞士鸡翅甲罗宋汤。店内装潢同款记录香港才有的记忆，为座位道道的提醒，菜单压伫玻璃下骹，甲为日本出来的柑仔烧酱料罐，正准确复制古早茶餐厅才有的特色。这2年伫英国开店的香港料理嘛，安慰袂少乡愁。这也是香港人伫英国定居生活的好所在。香港人的餐厅、香港人的市场、香港人家己走脚做的送餐服务，伫全英国四界拢有。20万的移民英国香港人，透过家己喙舌đảm出来的香港滋味，伫讲着新香港移民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